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Go Go 講下話》，我係明珠。今日呢，你來到關西，愛來吃米味。才開始，香港呢有個建築物啦，非常的融入在地的地景樣貌哦。跟我一起來去參觀看看吧。這個就是你在這個用料哦，這個用竹編的這個外牆，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？竹子是從關西的後山，然後我們自己在關西這邊的人做，然後到這邊我們請學生加工，把它編上去。你一開始為什麼想要回到自己的故鄉這邊來做設計的出發點呢？之前可能在國外待一段時間那看了很多不同的城鄉的風貌，然後我們覺得說，其實自己的家鄉應該也是有很有特色的，只是我們沒有很特別去注重這一塊。那我們想說，既然年輕，然後有一點機會，我們就試着做看看。從故鄉找回那個初衷，對不對？對對對，沒錯。其實，在關西這邊呢，還有很多歷史悠久的建築。今天呢，我們要學單字就是歷史。歷史，講得很好歷史，沒錯。那我們再來挑戰一個，是一個動詞，就是尋找。尋找的客家話就是請。請，沒錯。今天呢，其實我們還要再挑戰學一整句的客家話，回故鄉尋找家的原貌，轉故鄉尋木下嘅面貌。轉故鄉尋木下嘅面貌。木下嘅面貌。Roger 回到自己的故鄉，把自己學到的呢，能夠重新從故鄉開始，重新出發。回到家工作，感覺很好。真的哦。當然嘍，也跟着 Roger 認識了新的詞，一起來複習一遍吧。來看第一個詞就是歷史，歷史。第二個是一個動詞哦，來看到就是尋找，請，記得要把嘴巴閉起來哦。來看到第三個，我們來學一整句話，來看到就是回故鄉尋找家的原貌，轉故鄉請木下嘅面貌，轉故鄉請木下嘅面貌。你們也想要回故鄉圓自己的另外一個夢想嗎？記得把握時間，好好讓自己找到新的一片天嘍。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